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前书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。我保罗、西拉甲提摩太写批互帖撒罗尼迦属被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愿恁得到稳定甲平安。阮时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，伫祈祷中不时想着恁。阮伫咱的爸上帝的面前孝念恁靠信心所做的工，出伫疼心的劳苦，甲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愿望所表现的坚忍。兄弟姊妹，阮知你是上帝所疼、所拣选的，因为阮传福音到恁遐，毋是只有用言语，嘛靠大能力甲圣神，以及对福音有完全的确信。照恁所知，阮伫恁中间的时做人甚物款，拢是为着要互恁得到利益。恁有学阮，嘛有学主。虽然伫真侪苦难中，恁犹佫用圣神所赐的欢喜来领受信息。对安尼，恁诚做马其顿甲阿该亚全体信徒的模范，因为主的信息是对恁传出。毋但伫马其顿甲阿该亚，恁对上帝的信嘛传到逐所在，所以毋免阮阁讲甚物。因家己有讲起阮伫恁遐的时，偌尼受恁欢迎，恁安怎离开偶像，归向上帝，来侍奉活搁真的上帝。听候伊的囝对天来，以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，来拯救咱脱离要来的审判。